水星進入白羊座，放下自我批判，傷痛中探尋自我。水星將於明天加入白羊座大軍，令天空中同時有5顆行星聚集白羊座的位置，再配合小行星海龍星也同位於此，迫使我們不得不聚焦在自我探索的路途上，卻免不了觸發內心的傷痛。在白羊座的爆發力觸發下，最近情緒上容易產生一觸即發及無法自控的情況，但爆發只是表象，情緒背後其實是過去未治癒的傷痛，藉着自我懷疑、自我否定或覺得不被接納與認同而產生的反作用力。當過度膨脹的自尊心受威脅，或是自卑的地雷被踩中，為了遮掩內心那個脆弱又渴望肯定的自己，自然產生過度防衛或對立的情緒反應。這段時期，如果發現自己過度用力、過度努力到心累的地步，那就必須先慢下來，在思維深淵裏抽出我不夠好、我無法符合別人的期望、我比不上別人的神經回路，並重新憶起那個充滿挫敗感的自我，如何迫使我們產生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優劣比較的價值觀。在自我成長的旅途上，了解自己哪裡不對勁，並不代表要標籤成毛病或弱點去施加批判。如果打從一開始就否定了自己的某些特質，而不是以轉化的出發點去療癒自我，那麼被否定的部分就永遠成為想要逃避的黑洞。我們並不需要切割任何區塊的自我，而是以整合與轉化為方向去琢磨自己。光明與幽暗本是相互成對的存在，只有以光明照亮幽暗，以幽暗對比光明，我們才會凸顯自性的輪廓，從黑暗中亮起獨特光芒。